年入百萬嘅人，點解唔買樓買車？因為佢哋早就睇穿咗一個真相：窮人要擁有權，富人只要使用權。做過2年救護員，我見過太多意外，生死一瞬間呢，你先會明白，所謂我嘅資產呢，其實你只係暫時保管。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你搏命供啲樓車，最終都唔係你嘅，只有你用緊嗰刻先屬於你。真正嘅富人點睇？佢哋唔理產權證喺邊個名，只要控制使用權就夠。銀行嘅錢係人哋嘅，但係借出嚟用嘅係我。公司嘅股份可以分散，但係經營決策權必須攞住。呢個就係資產配置嘅底層邏輯啦。控制權大於使用權大於擁有權。我做過南美貿易，見過太多老闆身家過億，但係現金流一段即刻爆煲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將所有資源都鎖死喺擁有入邊。樓要自己買，車要掛自己名，公司要100%控股。結果呢，資產越多呢，空方越死，風險越大。記住一句話：萬物不為我所有，萬物皆為我所用。你老婆老公都只係陪你行幾十年，你啲資產都只係暫時為你所用。真正嘅財富自由唔係擁有幾多，而係可以靈活調用幾多資源。從佔有到配置啦，係認知嘅躍遷，更係財富架構嘅重構。好多家庭困住啦，唔係因為冇錢，而係因為錢全部鎖死咗，變唔成流動性，變唔成槓桿，變唔成保障。賺錢靠機會，傳承靠系統啦。關注 Jackie，升級你嘅資產配置操作系統。